北边，你看，看啥？相片啊，你敢看不出来？这是，有啦，这我休困专工去翕的呢。我知影是相片啊，毋过你翕安尼雾，我真正是看袂出来你咧翕啥呢。你个嫌，啊无后摆你翕互我看啊。啊，这你找我就绝对透懂啦。骗笑诶，无你甲我教啊。我嘛袂晓翕啦。你是咧讲啥精锐哦？我会当请人来甲咱教啊。哦，听你讲安尼喙甲全破，我是听甲规个拢咧流汗啦，啊人咧。免着急啦，我先来开场。哦。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人来啊！紧！大家好，这今仔日是一个网友的见面会啦。是啦。因为吼，我甲即个人吼，今仔日来的即个来宾吼，我们两个嘛毋捌见过面。讲敢若像我甲进前遐个明星啊，出名人有见过面共款。无啦，今仔日吼，咱我你是安怎啦？今仔日咱真有缘吼，请到一个咱什么工作名册 ，IG 店馆一个另外一个卖种的小编来甲咱大家开讲，咱来欢迎啊！无讲伊是啥诶，系啊，请你家己来。咱来欢迎庙会小天地小编。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各位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好。主持人小紧张啊！头一遍上节目，小紧张啊！两位主持人好，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是我是伫咧 Instagram 顶管咧经营庙会页面的小编。Instagram。然后我较早就是我咧经营这个庙会页面已经经营到已经4档外，到今年11月是5档啊。5周年啊！我5个月，无网友讲我给你骗啊！就是我自我高中要考大学的前1-2个月，我就开始开这个庙会咧开这个物件，然后就开始经营。一开始因为嘛是无用大学考试的物件，所以我就拢无去用这个物件。我是等我大学考了后，我就是有大学啊，我才开始就是甲阮厝里人讲。我想要来，就是开始，就是想要来经营安尼，就是一开始嘛无特别甲因讲，只是甲因讲我会去翕相安尼尔。因嘛拢知影我有咧翕，因为我如果若讲认真讲，我咧翕应该嘛翕差不多有7-8档啊吧，就是7-8档哦，较久哦，7-8档考大学之前的7-8档，安尼毋着国中？差不多。哦，你国中的时阵创啥？妈10箍，我国中。读册啦，你莫假哦。就是较早国中的时，就是阮哥哥邮互我一台翕相机，翕相机，就是迄种数位卡贝拉迄种的。数位迄种的。然后就是因为知我有咧翕，拢摕阮爸爸的手机咧翕。然后我就是伊就知影讲伊有2只，伊就摕一只互我，安尼。然后我就开始翕，一开始嘛袂晓翕，就黑白翕安尼。就是嘛是因为拢介翕这老类物件，就是拢翕伫咧我差不多高中的时阵，就是咧摕数位的迄种卡贝拉咧帮阮阿舅翕，所以阮阿舅就是讲无拄好伊有要办老咧，无伊就出一寡钱，会当互我就是就出钱请你去安尼啦，无就是买一只新的，算甲你赞助的对。但是迄个时阵，佫毋是掠迄种爱装镜头，就是迄种类单眼的迄种相机，迄种简单迄种诶。嘛是有淡薄先单眼，但是佫无啥小像。我知内单眼。落尾首是因为经即个社群网站了后，我才开始感觉讲。网站是网啊。网站。落尾我就是因为熟悉一寡朋友嘛，然后发现家己的物件就是还能有不足，所以我就想讲安尼袂使，所以我就趁我咧歇热还是歇寒时去趁一寡活落啊，然后就是欠钱，就是买一台。较好诶，安尼。虽然讲毋是全新诶，就是买一个二手诶，中古诶，中古诶迄种，就开始翕安尼，
但是摄影有百种啊，啥你会特别就是经庙会即种，因为你当阵佫足细汉的呢，国中的囡仔无就是你佚佗食物件看放假，那会经这庙会即个主题。但是住在庙边啊，无啦，奇怪，到庙边来庙哟，讲啥？这嘛较有兴是趣啊这嘛是有一个缘缘啊，应该是讲自细汉阮住的所在，就是阮遐大庙，若讲有闹热的时，还是讲若有人来阮遐过境的时，就是阮的大庙的先岁阿公，啊，甲阮家己庄头的迄个顶头，家己做的顶头会出来去接驾。啊，然后阮迄个时阵，阮阿嬷拢会问讲啊，阿孙诶，啊，你有要缀阿嬷来去大庙看老姐无？嘿，啊，因为有当时伊会稳稳诶写，啊，所以就是阮阿嬷买办香碗桌，啊，阮伫看。啊，一开始是因为阮遐有家己一个做一个号做五马宝座，啊，迄个五马宝座就是外口人讲诶12宝架，只是阮遐叫做五马宝座。啊，因为迄就是祝神娘娘伊诶迄个水宠啊，迄种嘿。啊，因为伊迄面具足恐怖，啊，迄囡仔就是看拢会惊。我一开始细汉看迄嘛是会惊，因为伊阿嬷拢会拖去，互迄个受惊。对，因为囡仔看迄面具，迄拢会惊啊。但是就是面具，咱其实有一个讲法叫小鬼仔壳。嘿，啊，毋过小鬼仔壳是小鬼仔壳是讲人较歹，就用小鬼仔壳，但是面具就是迄种新面的迄种新面，就是迄是无啥共款的嘿。啊，就是因为迄就是面拢用甲足恐怖，所以囡仔看着拢会惊啊。但是迄就是因为迄是祝生娘娘边啊，迄拢是咧保庇囡仔，啊，所以阿嬷就讲哦，啊，着孙仔着个囡仔啊，着好改，啊，看敢会较乖的无。哦，原来是安尼，所以其实参加庙会、参加闹热，其实嘛是伫延续恁就是亲情，你对阿嬷的思念迄种的对无？哦，啊，想要请问讲，就是恁即马 IG 啊。我看你有万外人伫咧追踪呢，万外人诶，夭寿哦，咱的十倍呢。听种朋友啊，听到遮个讲一遍，阮遮千几人尔吼，顶一集迄喜多来时阵，阮下关讲要5000，拜托了，拜托了，小甲阮介绍一个哦。安想要请问讲，主要看诶人客，你诶人客。差不多拢是几岁到几岁，因为 IG 普遍使用的族群其实拢做少年的，你嘛是做少年的啦，嘿啦，歹势啦，你我18岁哈，袂使叫阿姨哦，叫姐姐，什么姐姐叫同学啦，会晓无？写晓无？我18岁呢，你大汉是嘛18岁，所以你叫我同学啊，哦学，安尼伤济啊，伤济啊，系啊，安尼差不多你后台差不多看到的，拢是几岁到几岁？我看其实。范围真宽，因为对，因为嘛，包括讲，因为我出去看庙会，会一寡熟悉一寡朋友，啊，因得好奇，就讲哦，你翕啊，会想要问看卖啊嘛，问看卖讲，啊，你翕这啊，看敢有就是会当看到你的相片，啊是讲就是有当时我翕一寡顶头，一寡人员，啊是讲光桥的桥班，啊然后就是下骹就有人看到，啊可能是因朋友，啊伊得去甲 take。啊，得看到安尼，所以有当时啊，这年岁无一定，我看过有较少年，差不多是16、17岁啊，差不多高中生。对，啊，较大汉的，我看差不多有30几岁啊，有。安尼买啊，拢嘛佫算少年啊，像阮台语台拢50、60岁。当然嘛是有较侪岁，40几岁嘛是有啦，但是较少对无？就是较少啦。其实即马就是像即马像咱 Podcast 甲 IG 啊，就是阮的迄人客族群，就真正无共。IG 的真诶人拢普遍较少年，啊，但是 Podcast 就是中啊。但是阮面册甲 YouTube 拢是年岁较济，但是这嘛甲就是即马目前大家使用的即个媒体有关系啦。有差，有差，就是毋是阮哦，迄个世代面册甲。甲咱迄个时代咧用的面册，佫是无相像。恁迄时代我毋是，我18岁我用 IG 哦。我真正是毋知影要讲啥。你19岁啊？你是姐姐呢？我做姐姐。想要请问小编，就是平常时啊咧参加这庙会活动啊，拢是讲台语还是华语？我基本上我若是去看闹热，因为我较看迄种较草地所在的闹热。迄种扫地所在通常拢阿公阿嬷较侪啦。因为我感觉讲，你看庙会要喊人开讲啥物会，喊遐阿公阿嬷跋烂，也是开讲用台语较清晰啦。所以我拢是基本上拢用台语较侪。那喊朋友做出去看庙会，可能有当时就是台语甲国语做伙掺咧讲。
因为我像我有时阵会去庙的上经，啊，阮遐个师姐你会晓伊嘛上经哦，哦，就是太厉害哦。就是拢嘛是拢用台语咧念，所以嘿啊师姐哦因师姐因就会认为讲啊，即马少年啊，还有人会用台语咧念。对啦，上经真正是无简单，因无为简单，即马拢是用国语咧念的较济。对嘿对对。嘿啊，啊，但是像拄则问的啊，就是你拄则讲，因为细汉的时阵拢是阿嬷会带你去，嘿啊，像你的台语，因为我听你讲台语，听起来是有你讲的人哦，有嗯，有不离啊顺哦，有啊，所以你是因为厝里的关系，还是讲你有另外个学？因为自细汉，阮兜其实阮爸爸妈妈其实就拢自细汉就拢教阮讲台语较济，因为哦，你会甲听众朋友讲者，你是倒位人啊？我伊台南人，伊毋是，我台南人，我台南人，但是嘿因为我住的所在较偏僻，哦人较毋知影，所以我拢讲我住家庭啊，因为迄边较明显，人因为我住的所在去共讲，你讲台南的岛，啊人问你嘿讲看觅，湾里，湾地，那是标练，迄是苗栗的湾里，黑白道理，歹势啦，我都毋捌咯。因为遐就是迄边，阮有人讲是湾林，啊嘛有人讲是湾里，啊所以就是迄边就是我黄金海岸迄边伊的遐，华语要怎讲？你讲地号名啊？对，湾里，湾地，湾里，哪个湾哪个里？迄个海湾的湾，海湾的家湾，里的里，三点水那个嘿湾，所以湾里。嘿，所以大家毋知影，所以我拢直接讲哦，我住家庭啊，因为我嘛较早去家庭啊，就是两边咧走，所以就是我就直接讲我住家庭啊，等到人较会知影伫倒。就像嘿迄啊，袂使袂讲，等下要占地区啊。好，那呢，就是你感觉讲你，你哎呀，我跳地过啊，哎呀，歹势，我今日怪怪哦。拄则袂记你问啦，就是因为讲即个 IG 少年的人遐济，啊，你感觉讲吸引观众甲你追踪的原因是啥物？你偌久才到1万人？我2当前，夭寿， 2当前，太厉害嘿，拄好就是1万人安尼。哦，安尼即2当拢无咧拍拼，无要共鼓励，要共吐槽。工亏，倒来嘛，吐槽。所以你讲你开要5年，你2当前，所以你就差不多2年外的时间就达到1万人。差不多。啊，喂，哎，2年外1万人啊，咱即马要1年啊，只有1000人。因为讲真实，要少年仔要看，其实嘛是有差，因为迄人迄客群因要看的物件嘛有差，因为爸妈共款拢咧翕庙会的朋友，因有当时啊翕的物件无共款，人可能人客群人想要看的物件嘛无共款，所以伫迄个人数其实嘛是有差啊。哦，但是你当初是哪会想着讲要用台文来拍文章？迄是因为实在一个住台北的一个咧教数学补习班的老师，对，啊，因为拄好一个嘛是一个缘分啊，啊熟悉着嘛是因为朋友的关系熟悉着，啊拄好伊就是拢含我拢用台语咧交流，啊然后就是有一届阮伫柳营拄好迄届柳营咧做酒，啊阮拄好头一届见面，啊就是咧开讲的过程恁中，就是网友见面啊。对嘛是算是网友见面啊，所以落尾首我就想讲，因为我之前嘛是加减会用台语拍，但是落尾首我发现讲，敢若就是写正规的台文较好。应该是讲，应该毋是安尼讲，就是我嘛是拢会写正规的台文，但是就是可能人较能会较看无，对，对，所以我想讲啊无就是2种拢拍。规矩着做一届就是一个华语的，啊甲一个台语的，安尼、哦啊人要比对，人嘛较知影、哦啊，因为有当时啊，你若讲用台语写的，要表达的意思，和国语的佫无啥相像，对，所以我就是比如我就直接就是家规矩， 2篇。对，直接一篇啊，就是一篇写两换一篇台安尼嘿嘿嘿哦，啊，但是我问你哦，就是你感觉讲，因为你一届写2篇嘛嘿，所以你感觉用台文甲华文写的敢有差？譬如讲，迄就是人看到的，还是讲人点介意啊，无介意安尼？无迄是介意， YouTube 才有无介意。无啦，就是2篇的迄触及率，咱讲的触及率就是吸引大家来看的，你感觉敢有差？我感觉其实无差，因为就是听到无差？嘿我是感觉好是，像听我是感觉无差，因为就是想要看的人，伊嘛是会想要看。其实嘛是重点是内容对对无？，主要也是内容诶，迄个物件，人敢会想要看，迄开始一个我感觉伊诶迄个重点。但是我看你的迄字体啊，啊，佮有甲你的迄你呈现出来迄个色水啊，拢有你家己的风格，你敢有特别去学？
应该是讲有当时会去请教朋友。应该是讲一开始我是先请教朋友讲这要安怎用，就要手，再个豆豆家己去发现，去研究，搁去包括去网络做功课，家己配安尼，去随看嘛，家己感觉家己喜意的。你拄则讲迄个教授的老师，你迄当阵就是对伊学台文吼，还是你家己学？是我家己讲我的，阮两个算是用台语去开讲。因为伊咧学台语，安尼阮就是算是阮咧交流咧开讲安尼的方式。顺便迄个时阵拄好刘颖因咧做。顺便家己消解。所以你的台文是家己学的？台文是我家己学，因为我较早国中、高中时，我有去比闽南语的演讲，嘛有比迄理音理行的，所以就有去，所以就有去学，就去专工去学迄台文，所以就是有诶较简单的，我会当家己写，我就家己写，袂晓的，就是只好去随字典去写安尼。拄着字音字形，我就倒。因为我喙有问题。因为迄有诶，迄罗马里要配迄有当时会听袂出来，因为有当时我嘛，因为你嘛无法度，对，我有当时嘛无法度，嘛是爱去找迄字典，我才有法度。你敢有去考成大迄认证？无，我无去考。你今年敢要考教育部诶？无，考一个啊！你嘛算厉害呢，就是家己学。我感觉就有心诶。所以是因为什么原因互你去做选手？应该是讲老师主底有知影讲我台语嘛讲了算练转，较早树林嘛拢讲台语嘛，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上课的时阵，就是教台语课的时阵，老师就知影讲你会晓讲台语，感觉讲你适合安尼，就带你去安尼。就是互我去比，就是有比朗读的，嘛有比演讲的，嘛有比迄种小介台南古桥迄种的，迄个介绍完迄种的，嘿。其实听众朋友也甲恁讲伫咧就是我甲即个网友，我甲庙会小编阮见面之前，阮是无讲过话的。今日伊第一届听着我的声，我嘛第一届听着伊的声，阮两个拢干那拍字尔。我拄则去甲伊讲你哪会来你若甲我讲无话，甲你剃头壳啊，随甲赶转去安尼。一个学生囡仔拄台南安尼走来台北，佮去用赶转去，一直讲欺负创啥啦？够闹开。无啦，即摆表现甲真好。甲你鼓励一下。对，好，过来就是你参加过遮尔侪场的庙会活动敢有发生啥物互你印象真深的代志？印象真深的，就是印象真深的。譬如讲，你拄一个所在落落来，有一个无形的手甲你接落。这伤过童话。这是神话神话。这部分我。要安讲？如果若是论成绩的话，我是有捌问过，我感觉真特别是，迄阵因为我有咧去阮庙里，阮家庭的妈祖庙，就是苏福宫。然后阮的妈祖婆足古锥，就是阮信徒拢会寄付迄芳水，迄香奈儿的芳水。嘿，然后拍广告呢，个要咪，等下互比。对，嘿，就是有迄个芳水，然后阮。委员，阮迄组长，伊拢会逐工拢会去伊的身旁嗅迄芳水，就是嗅足重，嗅足芳安尼。就是你若去庙里，你着闻着迄芳水味，真足重。然后就是有一摆，我迄阵较无闲，我拢无去庙里。但是我伫咧阮兜，我迄个时阵咧用电脑，我咧拍我的报告的时阵，我就是闻着一个足熟悉的迄种。啥物？芳水味，其实老母头尾啦。无啊，阮兜也无咧拍，阮兜无咧嗅芳水啦。袂分芳，感谢你唱，感谢你。毋知。好，继续。嘿，就是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这个芳水味我感觉真熟悉。伊徛在你的后壁，看你做报告。妈祖站在你背后，他很生气。trop傻了。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真足特别，就是有当时就是伊有一个冥冥之中，就是你会感觉讲足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你会感觉讲妈祖伫你后壁，甲你杀，然后甲你替你拍报告。愈讲愈含，报告敢有写顺利？有顺利，嘿，过来就是讲印象真深的，就是讲。即种较传统的庙会有豆豆失落的部分，是我感觉印象真深嘛，感觉真可惜的代志。尤其是我遇到迄届阮遐家庭阮有白沙轮拄好过18当做一颗石。然后阮做石迄文就是有的顶头拢箍无啥，因为我头拄则就讲嘛，因为阮遐顶头拢是家己整理做的，所以就是讲你讲要租人要捡人，拢足歹捡。然后一寡文定一寡迄拢。
失落啊，包括讲因为过18冬，所以有诶迄较老诶艺术迄种诶，还是因可能拢啊退休诶，拢已经讲过啊。讲过，嘿毋是退休，对，毋是退休是讲讲过啊，因为有诶会晓诶，因个有法度出来会对嘛是有，但是有诶拢是去排队啊，对，去卖鸭卵，嘿，去苏州卖鸭卵，所以就真可惜，就是无留落安尼。啊嘛无团落去啊，对，主要无是团人哦，嘛无团人，哦，团钱，有诶是有团，但是对就是讲囡仔歹考，因为即马囡仔嘛生少，因为阮遐嘛足侪囡仔店。嘿，对囡仔迄种顶头，但是就是真歹考，因为囡仔生少，所以嘛真歹考。对，嘿，所以就是感觉足可惜。啊，所以迄本拄好，因为我是有记录着全部，所以我就有记录着一个车古镇。对嘿，伫咧因白沙仑王爷庙隔壁边诶车古镇。对，啊，然后迄个车古镇诶阿嬷就是拢会，因为阮去诶时阵，阮拢会甲记录，啊，伊就是真欢迎阮，啊，拢会甲阮交代安尼，啊，所以阮就是对即个部分，我会感觉真印象真深，就是迄文伊原本伊嘛是迄科石，伊嘛无拍算要出来做顶头，对，啊，就是伊就是嘛是受着王爷公诶去甲迄个啥，王爷公去甲秃头，秃头，嘿，来哟，对，伊着落尾手，伊就是嘛是有着一个状况了，啊，伊着去甲王爷公讲是毋是伊。伊爱出来，对，伊爱出来，就是伊下口完讲，伊要出来，就是做顶头，安尼伊较无代志安尼。啊，落尾手真正就是伊着甲遐孙仔辈拢，就是甲遐孙仔辈拢箍起来练车鼓啊。落尾手伊点无迄个，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是感觉讲真可惜，就是讲啊，上无嘛感觉真安慰，就是讲上无佫真少有一阵文定出来，无对，迄科就是有。看到几个拢是职业仔，就是请迄职业仔来练，就是来迄个啥来运景的时阵，就是请一个职业仔的顶头安尼。哦，我爱唱歌啊，毋是讲特别无电调，拢要唱歌。哦，你唱，毋知呢，今日要唱啥？今日无迄个灵感诶。天黑黑变落雨，拄则有一个人遇到因为落雨。对，头拄则落雨。啊，无你唱后一句。啊，讲我啊，讲我举地头袂过哦，真正是咧配合诶，真正是咧欺负来宾。好，继续话你。讲啊我，头拄毋是我问诶，哦，头拄是你问诶。你困哦。好，安尼想要请问讲吼，恁家庭对无？家庭啊，家庭啊，ing 啊是 I，还有伊诶甜啊，丁，伊是因为伊有后面有一个啊，所以就人就只顺落就变家庭啊。家庭啊，啊无伊原本伊是念家庭区，家庭，嘿，家庭啊，嘿。我后壁变家庭啊，啊对啊，伊较早地号名真正就叫家庭啊，庭啊，嘿，佮较早以前是叫姚港，嘿，我就是叫家庭啊，家庭啊。好，听讲恁家庭啊妈祖婆有一个真厉害的故事，对，你要甲阮分享。阮遐吼，阮遐有，我啥？我听故事啊，就是家庭区有4个大砖头，就是头拄则像我讲的白沙仑，伊是万福宫拜五虎神水，对，啊，然后有顶家庭啊，甲下家庭啊，对，啊，佮有骑楼，啊，老一辈拢嘿，就是即马人定下去的新达港，哦，新达港，嘿，迄边咧食鱼产的所在拢是伫骑楼迄边，就是上家庭上南边，然后顶家庭甲下家庭是拢拜妈祖婆，对，嘿，啊，然后阮遐有一个地方啦，有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就是讲迄个下家庭妈祖婆的鱼丸啊，规山片，嘿，啊，顶家庭的妈祖婆靠一个庙埕，嘿，什么意思咧？就是意思就是讲家庭上好野的2位妈祖婆，上好野的2个人，嘿，啊。迄个下家庭金銮宫因的妈祖婆，伊的鱼丸啊真济啊，所以有真济就是咧种迄鱼仔迄种的，伊就是拢会喊妈祖婆祖产，嘿，啊伊就是有一个妈祖产，就是叫做合河丸啊。迄边佫有一个真特别的神明，叫做海燕宫，嘿，海燕宫，嘿，燕宫，嘿，就是伊咧负责帮妈祖婆，就是听讲传说是。原本妈祖婆收的海怪，但是伫下家庭迄边遐是变成讲，就是咧负责咧管遐鱼丸啊。对，嘿，啊顶家庭的话，因为顶家庭所讲头前就是一个菜市啊，嘿，啊迄菜市啊就是迄番啊真济，所以就是讲，逐当迄个妈祖婆修理遐菜市啊遐番啊，伊的迄个
钱就是真济，迄拢是庙产安尼啊。哦，所以才安尼讲，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讲两边妈祖婆的迄个管区的范围无共款，但是拢是伊的财产。就是两边拢是有迄种海神的性质，但是就是讲因的迄个收入无共款啊。哦，就是家庭上好呀，两个妈祖婆安尼。所以恁遐讲有就是像阮伫讲的3月小妈祖的老日。阮遐无，嘿，阮迄边遐是做石的时阵才有老日。做石的时阵，所以恁3月无迄就是去温庄啊，还是啥物？对，因为阮迄边吼，阮迄边较特别，阮无咧3月小妈祖，阮迄边是。逐工拢咧小妈祖。对，逐工拢咧笑。阮迄边拢是做石才会老日。阮做石通常若讲论真要做石，就是爱有跋着徛杯。哦，跋着徛杯，徛杯哦，徛杯。听众朋友，恁知影徛杯是啥无？你讲，白白你讲。就是杯啊徛起来个徛杯啊。对。嘿，然后伊迄杯若徛起来，伊若徛伤济盖了，啊，遐庙的老大就想讲啊，因为出代志啊。对，啊，整理的人就想讲啊，妈祖婆拢已经徛了一盖，安尼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交代？啊，然后因就开始审视妈祖婆，看讲是毋是有要交代啥物代志？对，然后就关北台。嘿。北台就是迄种八人宫的大桥，然后就是等时间到，妈祖婆的大桥会显，就会发起来，就看妈祖婆要交代啥。通常拢差不多就是准备就是科技到啊。伊要交代啥是，就是倒头，还是讲有机身的甲伊翻译，是无？就是关北台的话，就是委员因会可能会甲即个庄头即后面讲哦，某米日妈祖婆要来关北台。就是请这老大即迄个即庄民来看，安尼较有公信力嘛。然后伫关大桥，关大桥咧显，就来请示妈祖婆，伫遮伫桥边问妈祖婆讲，妈祖婆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问？若有你就是迄个大桥来采价安尼。伊就开始伊就前后表示讲，伊是毋是伊要表示是安尼。我会记得我听讲是前后是是，摇是毋是？敢是？爱看所在，恁遐是？阮遐我印象，我看白沙仑迄届做就是因着问王爷公讲，王爷公若是因为你科技要到，你要做就对，就是你倒摕来采动安尼。恁就是前后，就是但是伊咧发价的时阵，伊嘛是会摇安尼，嘛是会。伊就是一直摇，伊问了，伊就会摕。原来是安尼。就是若通常拢是科技到，就是要做石啊。所以这个时阵，大家得开始哭人啊。就像我头拄则讲，就是顶头就开始哭人啊。然后就是大家得开始要为妈祖婆的代志开始无用，就开始一连续做一个活动，就是会去海景迎王啊，还有一寡做王船啊，啥物货迄个。然后就是迄个时阵妈祖婆才会出来，就是才会坐轿出来安尼。阮顶家顶仔苏福宫做石已经是自顶颗石已经是上近的是民国97年迄颗石。然后迄颗石较特别两个代志，就是两个神迹啊。就是一个是迄问，就是妈祖婆要，阮妈祖婆伊拢有一个金披肩，就是披肩迄种的，用黄金的迄种的披肩。然后伊要出去游外景，结果委员想讲，迄金披肩毕竟迄物件就是较贵重，贵重，惊人会客气，啥物货，所以想讲就无爱甲炸出门，就无爱炸出门安尼。落尾首伊要转来时阵。因为顶头咧开始伫咧大庙咧拜祭，咧拜庙，然后就是转来时阵，妈祖婆的大桥就先冲转来庙里，伊的大桥就一直咧显，结果伊就是想讲委员可能想讲，可能妈祖婆可能要停困啊，要落桥啊，结果落尾首妈祖婆的桥一直显，拢一直无爱落来，落尾一直问，拢问无一个答案，落尾首问了，就妈祖婆才知影讲，是因为妈祖婆爱水。无甲伊迄个金披肩炸碎，爱去外口去见人客。无去高水啦。对，就是无。我无潜水我不会落来安尼吼。对，所以趁是妈祖婆生气安尼。所以就讲，赶紧甲送来安尼。就落尾首就甲妈祖婆，就是可能甲回安尼。对，甲讲你已经足水啊，无迄条你嘛赶快水，紧着来安尼。所以落尾首就是10当前的时阵，庙有整修，嘛有出去游景。嘛是迄时阵嘛是经差不多旧历3月23迄个前后安尼，就是伊就有家己金披肩炸出去，就靠伊就无即个问题啊。
啊，听讲另外一个新节做厉害的新闻拢有报哦。对，另外一个是目前伫D卡啊，甲一寡网站什么，拢有咧写，就是妈祖婆掠鬼用的代志。会故事，会代志，毋是故事，嘛算是故事，嘛是故事，对，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的。故事是咱就是可能是编的，是真正有的代志，嘿，事实啦，事实啦，事实咧，对，就是嘛是迄个做石了，就是妈祖婆甲王爷公因转去南昆新去过路，对，啊，然后迄阵转来时阵，因去甲家庭一间高中，对，啊去想讲校长就是办一个乡仔，就想讲就接一下妈祖婆安尼，对，啊结果若知影讲就是妈祖婆向叫就发起来，就冲米内底，冲入去，嘿，冲米学校内底，嘿，啊就是有听讲内底学生啊，就是可能会无缘无故着可能起动啥物货，起动哦，上课起动啊，但是因是无想要上课，但是因去病院看嘛无状况啊，对，啊落尾手妈祖婆秘哩的时阵，就是去开始咧找开始咧顺，对，啊结果着顺着一张青啊，青啊树，大树安尼，对，啊结果着发现讲有鬼王秘伫咧内底，鬼王啊，嘿。就是发现讲，就是秘伫内底。啊，一开始因为妈祖婆是做囡仔嘛，所以想讲用柔的方式，就还用讲的。甲伊参详，嘿，甲伊参详安尼。对我来转安尼。嘿，就是可能想讲，就甲参详安尼。啊，然后落尾手，迄个鬼王就用，就是无爱嘛。啊，所以妈祖婆就用硬。用硬。嘿，伊就请法师，就是甲煮迄油鼎。对。嘿，啊，然后煮互热起来。啊，伊就开始四界去掠，因为迄个时阵。文武阵拢做伙对去南昆新嘛，啊，所以着文阵着先倒来庙休困啊，啊，着留遐武阵遐灵阵啦，上江西、上江亭遐，就是留落来箍伫遐，就是围起安尼，就是去甲遐，因为通常一个王边啊，一定拢有一寡小鬼嘛，所以卡嘿，卡鬼，卡敢若嘛毋是安尼讲，无啦，讲笑啦，细汉的啦，细汉的，嘿，就是去掠遐细汉的，摕去迄油鼎的钱。哦，嘿，啊有听讲就是朋友讲啊，家庭的朋友讲就是，也是一寡老辈咧讲，现场有闻到遐，嘿，就是有闻到一个，有一个足臭臊的味啊，臭臊，毋是香香安尼哦，煮人，煮规巴，嘿，就是有一个足臭的味啊，足臭的，无好的物件，对，啊，有听，就是嘿，有听一个真凄惨的声音啊，对。恁人个听故事的 feel 拢无去啊，听做免叫我惊着，有听着伫叫伫哀哦。有听讲啊，但是无确定，因为毋是我家己本人去，所以我嘛毋知影是毋是真的啊。啊，无人录影都对啊。敢若有吧？听讲有录影。对，听讲有录，因为迄个新闻拢有影像啊，所以伊嘛是有。声敢有收入去？应该是无啦。啊哦，嘿，人毋是讲迄翕相的时阵，鬼啊翕着拢无影。嘿，啊声敢袂入去？翕无影应该就无声吧？连讲我带你去啦。哦，连讲我带你去啦。你去看觅。好啦，我个歹势啊，继续。袂要紧。落尾手就是迄个鬼王，就是一直四界面嘛。伊知影哦，妈祖婆来硬，啊，伊就乌白米，就是妈祖婆嘛处理诚久，落尾才甲收起来了。才等伊啊，原本可能下晡时啊，就当入庙，啊，就变成讲伊处理到半暝啊。处理到半暝哦，这鬼王嘛真高味呢，真诶，对。安尼妈祖婆真厉害呢，真正。啊，所以尾来迄间高中就顺利利安尼。对，是有听讲。一寡状况进前什物起动，还是讲学生啊无拄好诶状况拢较顺。嘿，就较顺序啊。哦，安尼嘛是厉害呢，安尼毋着迄神奇诶，安尼迄阵妈祖无遐着做到的咧。对，因为做一个时阵真正是庄头诶大代志，所以家户户拢会出来斗闹热，拢会就讲就是跳顶头啦，还是讲办乡仔着接妈祖婆啦。对，啊，包括讲送王诶时阵，要烧王船诶时阵，大家拢会出来斗求王船安尼。哦，安尼迄当阵应该是真侪人看到即件代志，所以才团个遮大。因为其实讲真诶，即摆你若讲拍家庭妈祖，就拢会跳出掠鬼。对。啊，目前台湾敢听过，因为一般人听到妈祖婆拢是伫海上啊，是讲保护渔民。掠鬼这真正是头一摆听到，真正是长知识。对。等讲相信的人也是相信啦，就是你若讲你就是保持怀疑嘛是，就是嘛是有人保持怀疑啊，一定有啊。我见咱尊重每一个信仰。对，咱是尊重啊。对。嘿。好。
安尼就是你参加过遮尔个庙会活动，啊，敢有迄两个时间无拄好安尼顶搭着，啊，你是安怎做选择安尼？有，我有吼真正无着。真正哦，嘿哎，像我无着的时阵，有当时啊，我的汉朋友就是讲，哦，参详我汉朋友开讲讲，啊无，咱就是一只就是轮流啦，无，咱就一只就是看每一个拢看，但是就是每一个拢看，每一个拢目一个安尼对，啊，每一个拢有5一分钟时间到，紧走安尼。嘿，就是阮就是规套的，就是可能拢共一日嘛，啊，可能就是无共所在，啊，阮就想讲就是看者，啊，就是拢有看着安尼。哦，有当时会感觉讲安尼，较可惜，所以有当时如果若讲有看过，可能我就想讲就是斟酌，就是就无爱看，就是变成讲就是规心就是拢看毋捌看过，无嘿看过为主就对啊，啦。敢有可能，譬如讲恁朋友伫某咪地，啊，你伫即地，譬如讲分配安尼啦，对啊你，去迄场，我去即无啊场安尼。无，阮有当时你会，无朋友，你后面讲的，我则无朋友啦，我拢恁遮的朋友啦。就是嘛是有无的，嘛是有朋友和我看无共场的，但是嘿就是有当时如果若共款拢有想要看共款的，就照看嘛，讲哦看有要啊，看无。甲的就是恁看无共场，啊，伊家己翕的相片分互你，我是拢较介意家己翕，家己翕的安尼哦较袂讲就是互就是风格讲无共款嘿对，哦大家要翕的物件较无啥共款。这就是迄有坚持啦。嘿啊。所以目前就是小编敢若你一个嘛，对，拢是你家己。己回对安尼。对。那种朋友啊，若想要甲阮庙会小编开讲的吼，紧该还啊，该还啊，叫伊翕种啊。啊，那你今日敢有想有啥物物件要介绍者，替你的迄啊，你的 IG 来拍一个广告咧？哦，就是即马我伫我的迄个我的页面顶管，就是有一个阮朋友做的迄个好神卡，好心卡，嘿，即个物件就是伊算是类似像占卜的即种方式，哦，然后伊就是因为咱较早咱去庙里，就是拢爱抽签跋抽签杯，卜卦安尼，嘿，抽抽签。零签卜性卦，嘿，就是甲神明问讲，啊，你有啥物代志，你有啥物疑问，啊，然后就对是抽签，啊，跋杯，对啊，然后去请示神明。对，嗯啊，但是即个好神卡伊的部分，就是你若有啥物状况，你就是会当照着你的状况，你就是会当甲问，然后问了后，你就是通去抽抽卡，卡片安尼，去看你想要问的物件，你目前遇到的状况是啥物货。嗯，然后会当用即个卡，然后去抽，啊去看会当去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安尼。啊，伊面顶有签诗，还是讲有啥物说明遐？对，伊顶悬是有迄种签诗的迄款的，我看伊是每一个拢有无共款的签诗，就是嗯啊伊而且迄个阮迄个朋友嘛真有心，就是伊拢会甲每一个签诗，伊顶悬伊拢有用一个 QR code 会当互你去扫，哦啊然后你就用手机啊去用迄去翕安尼个嘿去翕迄个 QR 啊， code，会当看解说。对，你通看你目前你遇到的状况解说，敢真正是像你遇到的状况安尼。哦，所以就毋免像迄塔罗牌，就是讲该去背迄个意思。对，所以因为你面顶直接就嘿写。，因为我迄个朋友本身，因为我迄个朋友本身，伊敢若嘛是咧用塔罗牌即部分，但是伊就想讲，啊无就来用一个台湾好神卡，传统的嘿信用安尼信用迄去种，到庙安尼啦。嘿，就是哦和人和神明做一个结合安尼。啊，你先介绍你的迄叫啥名啊？人才知影要去倒吹啊。哦，其实我会甲打起你啦，啊，等下是要叫你讲。我的 Instagram 叫做庙会摄影小天地，庙会摄影小天地。嘿，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若对庙会若有兴趣的，会当来看。对，都会当甲你分享啊。嘿，哦，好啊，今日真欢迎你来呢。伊即马阁是一个。够共款啊，大学生。不少年啦。我学生啊，伊大又学生啊。气啊，又气啊！今日真正欢喜邀请你来哦，我嘛无你真欢喜无你安尼走一撮歹势假。袂听讲伊要来阮遮，真正会阁走出去佚佗哦。对，无啊来台北，但是顺便来台北佚佗，来台北嘛是爱行车行庙的。看伊家一个哦，所以你拄则去啥物庙？我先去新庄啊自由宫，哦，新庄较远哦，嘿，嘿，啊甲迄个新庄的迄个地藏庵，就是新庄大拜拜迄间庙，迄间办活动迄间，对，嗯啊然后佫有去大龙洞保安宫，哦，嘿，这一定爱去的。走真侪位嘿，呢，啊佫有倒啊，迄个这个树林珠涵宫。嘿哦，啊，只有诶路途迄种啥物干道妈祖经迄上远啊，我想讲袂赴，想讲就无爱去啊。佫毋来要去用地中过啊。嘿，哦，那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嗯，都过一摆感谢你来到阮遮，多谢啊，连讲等你多谢18年的时阵才过来啦。好好，这4年两年一万啊，10万爱
20年，不要紧啦。我紧人莫插我。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叫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伊在想讲我到底来只创啥？我来互这个姐姐开，你搁叫我姐姐，叫同学，我有这个同学开。不是学妹，以后伊等会写同课，讲迄台机来小编，我袂见笑，硬逼我叫伊妹妹。哦，阮顶工迄技术部去采访迄东山马的时阵，听讲都翕着你吼。东山也不走吗？对啦，东山马我先讲啥？我会甲即段加掉。东山要走，嘿，迄小琉球，你我嘛嘛有去看有去对无？阮有听讲，因为阮记者朋友看相片有看到你啦。出名人，请叫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努多谢力。你老高。跟一个1、2、3。